要去想更美好的事情。死亡是人生的必然归宿。除了死亡之外，我们还有梦想、生活、家庭、健康等等，这些都是生命中非常美好的东西。所以我们应该要好好追求，享受生活。那这个跟死而无憾有什么关系？等到你完完全全的享受完人生以后，当最后的最后，你终于走到终点，见到死神以后，就没有什么遗憾啦，没有什么后悔跟放不下。那就算死了，又有什么好害怕的呢？所以要享受就不怕了，天下无敌。悟光，你手上拿的是什么？那是蛋糕吗？糟糕，师父，这个是我要好好享受的。还有我的份啊！你这个赖皮鬼！老和尚与小沙弥播出时间：早上6点半到7点，中午12点半到1点，下午5点半到6点，晚上12点到12点半，凌晨3点半到4点。烦恼风吹起，菩提树叶掉满地，手拿扫帚快快扫，我们一阵一阵风又起，扫地扫地扫心底，心里不扫空扫地，心里犹如一亩田，烦恼犹如杂草山，扫地扫地扫心底，心里不扫空扫地，心里犹如一亩田，烦恼犹如杂草山。感谢大家对于老和尚与小沙弥的支持。活泼有趣的剧情将难懂的经文生活化，浅显易懂，让佛的教诲实践在无形中。一个节目的完成需要有编剧、演员、录影、配音、后制剪接等人力，所需制作经费庞大，需要您的发心护持，让节目永续，法音永流传。只要您每天省下一杯饮料的钱，累积小钱也可以转大法轮。划拨账号42274784，42274784，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。烦恼风吹起，菩提树叶掉满地，手拿扫帚快快扫，我们一阵一阵风又起，扫地扫地扫心底，心里不扫空扫地，心里犹如一亩田，烦恼犹如杂草山，扫地扫地扫心底，心里不扫空扫地，心里犹如一亩田，烦恼犹如杂草山。杂草除尽烦恼断，心里荒芜点亮天，智慧种子轻轻撒，出国请把福田根，扫地扫地扫心底，心里不扫空扫地，心里犹如一亩田，烦恼犹如杂草山，扫地扫地扫心底，心里不扫空扫地，心里犹如一亩田，烦恼犹如杂草山。心啊你茁壮，功德林地别大千，
手执青秧擦满田，低头便见水中天。六根清净方为道，退步原来是向前。